早起看世界，来关心由英国打造的全世界上大的海旗飞船天空者10号，最近和英国上大军火商合作，要把这飞船开发做军用运输机甲侦察机，按算2026年要开始生产。由英国货运航空交通公司打造的全球上大飞行器天空者10号，为2012年就开始起飞。安尼海旗飞船，碳排放量比传统飞行机少9成，上这一摆用留伫空中5天，飞行效率悬。不过，捌伫2016年第2摆起飞时阵，伫降落机头当落地涂骹，驾驶舱受损，好在在机顶人员全部平安，无人受伤。因为起飞状况无稳定，海旗飞船好亲像要行入历史，不过伫这场减碳时代，佫一摆请大家眼光。最近，甲英国上大军火商飞机系统合作，希望因开发制造军用运输机甲侦察机，按算2026年开始商业化生产。业者表示，天空者10号每一摆用载100人来回西班牙境内各都市或者是西班牙小岛甲马耳他的底道航班，所以西班牙一间航空公司就预定20架。上远4点钟的飞行距离，提供比传统客机更较舒适的舱房，装透明的地板。落地窗啊，当然要视听娱乐，也有餐饮的服务。 Well, here we are on board the Airlander 10 cabin. Here we're fitted out with 8 ensuite double bedrooms, living and social spaces, and with the ability for passengers to take a multiple-day air cruise. But this same cabin offers so much space that fitted out for 100 passengers for domestic flights. Every seat will be accessible to the aisle. You'll be able to look out through these floor-to-ceiling windows, and you'll be travelling in quiet. 天空者10号的飞行高度甲直升机同款，业者强调，用伫较平的表面降落，包含水面、沙漠甲雪地，对抢攻豪华旅游市场有帮助。不过这几年测试真侪摆拢出问题，煞互外界怀疑伊的安全性。公司新闻新闻会编辑。